嘢？畫得好好，我見到有好多唔同顏色同線條，你嘅作品好抽象，哈哈！呢個叫藝術。接住落嚟嘅作品仲有驚喜啊！有線條、圖案同繽紛嘅色彩，我哋俾啲掌聲！抽象藝術派對出場啦！剛才嘅藝術作品真係好特別，又有創意啊！咁快就滿足，接住落嚟係萬寧親子派對出場，相信一定更精彩，俾啲掌聲啊！有請頭先講級嘅爸爸媽媽同小朋友嘅服飾真係充滿驚喜啊！係啊，睇到都好開心啊！你拍得好好喎，好有節奏感喎。係啊，我好中意音樂㗎。有冇考下你？知唔知道有咩元素係關於音樂㗎？你想知答案？我哋一齊睇下嚟緊出場嘅音樂藝術派對啦！剛才嘅音樂藝術派對實在賞心悅目啊！係啊，音樂可以令人放鬆心情，聽完之後人都開心啲啊！咁就啱啦！我哋邀請咗 K1C 班陳柏同爸爸，同埋 K2D 班李勁希爸爸為大家獻唱《海闊天空》，掌聲有請！好好聽啊！多謝晒兩位爸爸嘅精彩演出。你戴住啲乜嘢啊？可唔可以俾我睇下？我嘅新髮型係咪好靚呢？普普通通啊！接住出場嘅創意魔法派對總會 A 時啊！等我帶你見識下啦。好，咁我哋一齊欣賞啦！有請魔法藝術派對。欣賞咗咁多唔同種類嘅服飾演出，真係要俾個讚大家。係啊，每一件作品都係父母心血，代表住爸爸媽媽對孩子嘅愛。你又知唔知今個星期日係咩重要日子啊？我知係母親節啊！學校教導我哋學會感恩，所以我哋已經準備好表演節目啊！請各位媽媽細心